大家好啊，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啦，又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嘅節目。上一期都係同我哋預測一樣咧，都係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嘅佈局，最終都係10200點嘅結局啦。咁我哋睇下今期嘅變化先啦。今期咧就已經係135集啦，就係、外局方面咧就係、風水嘅就係64集啦。咁當中我哋嘅時間咧就由4月27號去到5月1號啦。咁我哋人生本嘢嘅裏邊嘅今期我哋講咧就係、啲推己及人，好多時咧淨係唔係淨係自己可以做得到嘅，有時仲要諗下有啲嘢唔係自己能夠睇得清楚啦、見得明白嘅。當中有時咧，我哋做邊樣嘢都好啦，最緊要揾一個重點，究竟係咪自己適合做咧？如果唔係自己適合做到嘅時候，可能就要揾其他人去做，可能更加能夠發揮到個長處，或者更加能夠得到個利益嘅。因為每一件事如果淨係睇自己咧，有時未必睇得晒。但係當你將個擴遠啲，睇到可能有更加好嘅選擇咁去做咧，可能結果就會更加完美啦。好，繼續睇落去啦。好，64卦本身咧就有64種唔同思維嘅模式啦，配合呢個風水嘅原理啊，或者八卦啦、五行嘅因素啦，佢哋都有嘅自己嘅屬性，相沖同相克啊、相生同埋相旺嘅之後咧，而產生咗唔同嘅要求啦，同埋當佢配合喺管理啦、策劃人事嘅時候咧，佢有一定嘅定位喺度啦，咁更加適合喺邊一啲位置咧，譬如係我哋去投資咧，或者係管理，或者一啲要求未必能夠去揾到定位嘅時候，咁我哋就做一啲卦象嘅形式，再考核下究竟邊一種做法可能更加適合咧。當中啦，唔同嘅學員都有學到唔同嘅知識嘅時候，配合佢自己本身嘅元素咧，咁就配合喺點樣做得更加好嘅選擇。財富增長咗之後，最緊要做多啲善事啊，令到佢自己嘅福慧更加增加多啲。好，繼續落去啦。今期我哋咧就係講一講家居裏邊比較常見嘅就係個廚房啦。廚房喺我哋嘅風水裏邊咧，其實就代表一個女主人嘅位置啦。如果當中咧，如果女主人或者啲母親唔喺度咧，就係啲長女咧就負責呢個位置嘅。咁當然啦，佢就會影響咩咧？就影響佢健康為主嘅。咁喺廚房裏邊一般咧就有水火相沖呢種佈局，就係話一啲水龍頭啦，配住一啲火嘅火爐嘅嗰啲位置啦，咁就形成大家互沖咁樣，令到個家運裏邊嘅衝擊嘅越嚟越大。同埋廚房嘅代表一家人嘅嗰個健康狀況。如果廚房嘅佈局冇嘅咧，亦影響埋家運，住裏邊嘅人咧都冇咁好啦。所以有時容易一啲漏財啊、健康身體啊方面嘅意外咧。咁另外，我哋有時仲會喺因為每年嘅流年嘅佈局嘅壞嘅星可能飄入廚房裏邊嘅時候咧，就會影響性會更加大。咁當然啦，風水嘅原理就係又可以攞啲好嘅嘢化解一啲唔好嘅現象啦，或者一啲生剋現象，降低個煞氣嘅。咁你到時可以揾一啲風水師去幫手解決佢哋啦。好，繼續啦。好，上期我哋講咗一啲戰爭目的嘅第一個啊，今期我哋講埋第二個啦。咁好多時咧，戰爭嘅原理就係點樣令到自己展示自己嘅力量啦。咁運用自己嗰個軍隊咧，製咗啲喺戰爭上嘅利息嘅籌碼喺度，令到自己有個發揮能力啦。咁當戰爭一出現咗，又知或者侵入咗呢個戰場之後咧，佢會產生好多嘅變數啦。財富嘅目的咧，點樣轉移到呢啲財富，同埋點樣控制呢個地方嘅控制慾望之下，增加自己嘅籌碼，配合咗一啲過嚟嘅資源嘅重新分配咧，或者自己嘅定價權咧，得到更多嘅好處啊！呢種係基本上有一支戰爭嘅常態嚟嘅。當地考慮一啲嘢嘅時候，對一啲市場嘅運作嘅變化上，其實可以當一個參考嘅數據啦。下一期我哋再講埋少少其他嘢。好，呢個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嗰個報告啦。我哋開始嘅時候就26,160點嘅，咁當時嘅卦象咧就係一啲咧天火同陽卦，去天雷無妄卦。咁同人咧就代表大家互助合成有益啦，但係無妄咧就講啲唔好聯動或者唔好點樣去過分去投入去咁樣現象。咁加埋嗰5支卦象咧，我哋當時推算咧就係升或者平嘅佈局為主啦。但係中間咧佢有升過，但係又有跌過去，最終咧又係同我哋嘅預測差唔多，就只係蝕咗100-200點之間就完結啦。我哋睇下個圖像啦。呢個就啱啱完咗呢個圖像啦，就係星期1、2咧就向上升嘅，星期3、4就向下，星期5咧又升翻上嘅。整體咧同我哋嗰個高低位咧就係高位咧就係26,000
529點，低位咧就25,644點，大概係900點中間上落啦。最終又去翻我哋個開市價嘅位置，唔係相差好遠。所以投資有時咧就係話，當你有利潤嘅時候咧，就要識得去把握去攞走。到佢跌低嘅時候，究竟要唔要平倉？咁你就可以早啲去部署。今期咧，我哋仲多咗一個最新嘅元素喺戰爭裏邊，就多咗個巴基斯坦嗰個問題。巴基斯坦其實係喺個伊朗嘅隔離嘅啫，究竟會對個市場會有啲咩衝擊咧？大家考慮嘅時候多一個因素喺度啦。咁睇埋美國市嘅現象啦。美國市嘅現象咧就係、是、開始嘅時候就49,447點，就係喺呢個位置裏面上上落落啦，大概都喺500點之內咧就完結佢個上落嘅因素，有冇跳出去5萬點嘅因素啦？咁當中啦最高點就係49,844點啦。咁另外一樣啦，都係市場都係一種處於一種波動性，呢個戰爭都仲未完結，同埋點樣停止嘅時候個和平因素啦，所以你令到個市咧就會成日都會有一種向上向下嘅反覆現象出現，大家投入嘅時候就會更加慎重啲啊！好，如果有興趣的話咧，可以嚟報讀一啲基礎嘅課程啦，或者一啲我哋嘅班別啦，或者啲講座啦。咁我哋仲有一啲新嘅項目，有啲咧就係一啲金融嘅基礎嘅要求咧，都會喺裏邊嘅。咁除咗香港之外，國內都會有一啲課程喺度嘅。咁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報讀下啦。好，呢個係最新完結嘅升一個星期要求啦。所以起點咧就係25,974點，得4日市嘅啫。升5月1號咧就係我哋假期嚟嘅。咁佢個組合方面咧，今期比較特別啲啦。全程咧都係以火掛為主，火掛定義就係有種咧快上快力咧，即係穩定，即係比較飄忽嘅現象嘅。所以大家買嘅時候咧要小心啲。即係佢唔會話坐定喺個位置好長，突然間又會熟翻落嚟嘅。特別留意心。好，星期一就係啲火澤葵卦，佢呢個火雷噬合就係一種澤卦就係衝擊啦，火雷噬合嗰種咧又係上上落落啊，反反覆覆嘅現象，所以星期一反覆嘅現象都比較明顯。究竟最終係升同埋跌咧，就要到時睇先見到嘅現象。咁星期二啦，就係啲火地進卦附火山女卦，呢兩隻卦咧，啱啱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就啱啱相反翻，亦係代表一種咧上上落落嘅衝擊嘅，就係究竟到時個現象又有幾多嘅升幅咧，就要大家自己留意下啦。好，星期四咧就係啲天澤履卦對嗰個乾為天卦，天澤履嘅定義又係一種反反覆覆同火雷噬合啦，呢種現象都係上上落，同埋火山履卦都係一種咧飄忽唔穩定嘅現象嘅。咁所以今個星期基本上咧都處於一個飄忽嘅現象為主，大家買嘅時候或者自己慎重啲去睇下究竟咩定位啦。好，睇埋全個星期個呢個咧就係山水蒙卦配呢個地水師卦。咁呢種現象咧，蒙卦就係睇唔到前景啦，即係有種朦朦朧朧之間啦。師卦有種咧互相對立啊，有種打擊啊、衝擊嘅現象，所以呢個卦象有種唔係啱即刻聯動咁嘅現象啦。咁配合埋前面嗰4支卦咧，就形成一種咧就係可能反反覆覆或者有機會升都唔出奇嘅。咁投資咧涉及風險，自己小心啲。好，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報讀咧。另外一啲國內我哋都有啲課程、啲班別，咁如果有興趣可以查詢下究竟幾時有啲咁嘅班別去報名啦。投資涉及風險啊，自己記得買賣乜嘢嘅時候，你自己知道喺度做緊乜嘢，千祈唔好過分投資。祝大家好運啊！